有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我真做淡水教会一份子。咱伫个分享的大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即个所在，自己伫主你的同在内面。我恳求你的圣神大大做工，伫阮的即场礼拜内面，互阮伫主你的看顾内面。主啊，你是世间的光，你用光照阮，阮就无踮伫黑暗内面，阮就要看见主你是光，阮要来调记你，愿你亲自祝福阮刷落来的时间，阮的身躯要得到医治，阮的心灵要得到透放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你用你的喜乐，愿你用你的平安充满阮，祝福阮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今仔日的经文是发生伫个冬天，是伫耶路撒冷的献殿节。耶稣伊伫所罗门圣殿的领廊，犹太人为类伊，耶稣真有可能只有一个人伫个遐。但是咱来想想迄个画面，耶稣伊一个人，互一群人包围起来。迄个时阵已经有真侪人对耶稣即个人感觉到非常的犹疑，因为耶稣伊正前医好一个生来就是青面的人。即个时阵，犹太人来找耶稣，问伊讲：“你互阮的心丢毒要到什么时啊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甲阮讲。”耶稣伊正面回应即个问题，耶稣应讲：“我捌甲恁讲，若是恁毋信，我伫我的爸的名所行的事，才是做我的干证。”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即句话大声的意思是讲，伊所行的代志的目标，拢是做伊的干证。但是这个代志是耶稣伫爸上帝的名。咱会当看见耶稣伊咧做代志，是照上帝的意思，毋是照家己的意爱去行的。这是上帝的独生囝耶稣伊的想法，甲伊的规个人的塑造。咱拢是上帝的囝，但是咱问看觅咱家己生活中的代志，是你敢有啥物代志是你我伫爸上帝的名所行的事？也是咱感觉到即件代志无合理，所以我无要去行。即件代志我去做，一定会出代志。所以我叫其他的人去做，相比上帝的名叫你应该爱做的事，却无要去行咧。煞接落来，耶稣的口气就更加无客气啊！咱继续来听耶稣伊安怎讲。若是恁毋信，因为恁毋是我的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对犹疑的人，伊就直接定义伊是不信的人哦。伫即段经文内面所咧甲咱讲的，会通看出耶稣已经看透，遮个人心内的念头，即群人毋是咧犹疑，伊是咧找耶稣的麻烦。这是耶稣生行的展现。耶稣对咱的心咧讲话，伫圣经内面是安尼，现在犹原伫向咱讲话。耶稣基督对过去、现在到永远是不变的。耶稣伊继续讲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也缀我。”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有当时会伫宣调的时阵听到诗篇内面讲到，咱是伊草场的羊，咱是伊的，咱属伫耶稣。羊是一种目睭真歹的动物，所以伊需要群体的生活。伊甲咱人相共，咱会当看见，当牧人需要替羊群换所在，要去到有水有草的所在徛起的时，伊爱行伫头前，对羊群来发声，然后羊群听起牧人的声的时阵，就知影要去倒。其他人的声拢无路用，独独只有牧羊人的声，才有法度互羊群听到，然后继续向前，羊群才有草甲水继续啉，才有活路通好行。
咱会常常去拄着另外一种状况，就是有听到上帝声，知影上帝要叫我安怎行，但是我就是毋肯。有当时啊是现在咧无用，也是就忽略上帝要咱去做的代志，感觉即件代志无重要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我应该去行的，我心中的歹无爱我去行，我所无爱行的，我颠倒去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要做耶稣的羊，其实无困难，只要听耶稣的声，军队迄个声，亲像咱定定咧吟的迄条底歌，真听。但是听话是无够的，咱需要个军队，军队主耶稣，毋是军队世间的潮流、发大财，也是金钱，也是人的声，是要去行耶稣所行的道路。耶稣又讲：人若爱对我，就看无家己，也起伊的十字架来对我。我想到牧师甲我分享的一句话，牧师讲：伫咧做服侍的时阵，咱毋是咧拼输赢，咱是咧拼命去做。有任何的代志，咱若是伫爬上帝的命所去行的，咱就应该爱拼命去做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伫聚会内面有分享着上帝叫伊需要换一个所在徛起，所以伊就甲上帝祈祷，结果上帝就替伊大大开路，互伊现在所做的厝就是甲上帝所求的迄个计数，而且上帝知影伊工作顶面的需要，伊是一个做玩具车的买卖的人，所以伊的厝的附近需要真济的便利商店，上帝就真正替伊备办安尼，行无几步路，就到莱尔富、7-11，抑佫有全家安尼，这完全拢是文典，甚至伊的家具拢是伊只要借车去载就好。这是我朋友的见证，伊相信上帝所替伊备办的，上帝就祝福伊全家。我前一阵仔有去帮伊油漆甲搬家具，这个兄弟是上帝大大祝福的。咱讲有一种明白，就是耶稣伊完全明白咱，迄种明白是亲亲的明白。咱继续来看，耶稣伊对即群犹太人讲道讲：，搁我互因有永我，因决断永远袂停轮，无一个会对我的手抢因去。咱听起即句话的时，咱会当想象耶稣挂保证的迄种屈势，就是要成做你安全的保护。耶稣要成做你上界安定徛起的一个保护者。咱应该对一张图真熟，就是耶稣抱细正羊伫行前的画面，迄就是耶稣所予咱的印象。耶稣对于咱的疼，是要予咱有永远的性命、永远的活命，亲像伊家己所讲的，伊就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只有通过耶稣，才有法度到上帝迄边。耶稣将伊本身拍破，互咱知影要应该怎样来活。这个社会叫咱爱好好啊保护家己，爱做好，互人知影咱毋是好欺负的。要叫咱诚做一个真勇敢的人，但是有当时咱的内心是虚伪的。这完全毋是耶稣的教导，这甲耶稣的性命是颠倒变的方向。甲咱要跟对耶稣的方法无共，这个社会叫咱爱亲像龙，才有法度生存。但是耶稣对咱讲：，当我找恁，亲像羊伫豺狼的中间，所以恁着财物亲像蛇，顺良亲像子仔。咱是耶稣的羊，嘛是上帝的羊。耶稣伊继续讲：，我的爸就是用羊互我的。较大万项有，无一个会对爸手抢因去。耶稣非常清楚，家己的羊是对哪落来的，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伊咧尊荣伊的爸，伊讲伊的爸上帝是啥物拢有，而且是至大的。我非常钦佩
耶稣伊对自我的身份以及上帝之间迄种真密切的关系，无一个对白手引起，咱来想象一个画面：去百货公司的时阵，周年庆，一大堆人等遐抢皮包啊、抢衫仔裤、化妆品，甚至是皮鞋、球鞋等等。但是有一个人，伊所摕伫手中的，别人嘛想要挃，但是无有任何人有法度抢赢伊，因为迄个人太强啊！迄个人就是上帝。伊所听的人，无任何物件有法度通对伊的手中夺去。耶稣伊最后讲：“我甲爸是一个。”即句话搁一摆了，即群犹太人受气，三石头要钉死耶稣。顶一摆是耶稣应讲，也无有阿伯拉罕的时就有伊。耶稣讲这话是真正的，因为伊是真理。但是遮的话无法度互人听入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有阵时咱无法度听入去受过真实的话，因为太超过啊。但是这就是真理，真理往往无法度互人遐尔啊简单的接受，甚至有的人无法度接受。伫今年3月23日中昼，我甲妈妈还阁有阿嬷去咱台南民权路的一间餐厅食饭。我本来想要点玉米浓汤，但是妈妈较爱啉蛤蟆汤，所以就点蛤蟆汤。结果捧过来了后，妈妈漱一喙了后，感觉无青，换我来啉，真正无青，拗拗。妈妈就直接甲服务人员讲，然后服务人员随应讲：“啊无啦，这咱透早就去市场买，啊下早拢卖甲真好啊，无啥物问题啊。”妈妈随应讲：“啊无恁看卖。”结果因无爱呢，拄着阮即种有问题就直接反应的人客，因为着要按捺阮，就帮阮另外搁换玉米浓汤啊。对即件代志的表面，咱会当看到的是一间餐厅对抗3个人客的画面，而且即间店还阁是分店，会当讲是3个人对一间有规模、生意袂歹的餐厅。但是咱对即件代志的内面看到，妈妈伊对店员所讲的话，是毋是真讨厌、真个人怨？是啊，这就是事实啊。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啥物？咱是真正为着迄间店好，敢毋是？这个经验，互阮知影，经文内面的耶稣，就是咧做即种讨厌人的代志，是为着要帮助阮了解家己的处境，所以咱需要谦卑，咱需要听主的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对这段经文内面，其实会当看出耶稣伊对面前即群犹豫的人，伊是一种苦劝哦。就算讲伊是直接对因讲，恁毋是我的羊，但是即句话心内所仰望的是，我哪尼啊希望恁是我的羊。咱看见耶稣的心，其实非常非常的艰苦，因为伫伊面头前即群犹太人，有的是最后话讲，等于是一个，等于是一个的人。伫耶稣周围的人，有的是看热闹的，有的是邀歌的，有的是想要得到巴掌的，有的是喙焦需要换水，有的是走投无路的，有的人是无钱的，有的人是真正看出性命道路的，有的人是看到耶稣身躯顶有世间的光，所以跟对耶稣的，有的只是想要看新热的。百款，所以来跟对耶稣的，你是倒一种？相信大家拢有冤家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两个人相话是无法度对话、无法度沟通的，除非其中一个人先安静落来。所以想要听到话，只有一个方法，迄个方法就是家己先安静落来，亲像玛利亚。
听耶稣的声。经文内面的犹太人听到耶稣是真理，听到这个真理，因是受气。那换做是咱的，毋望咱听到主基督耶稣的话，听到迄个声，咱就跟底伊，进入到耶稣全然的听堂，安稳自在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用无比的听通阮。当阮亲像即群人咧受气、咧压迫你的时，主，阮在你的心内是偌尔毋甘，是偌尔痛苦。主，我恳求你亲自进入到阮的内心，你的圣心亲自来做工，互阮的心会当看到迄个生命内面真正的价值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嘛恳求你，互阮听到你的声了后，阮有法度跟地主你的脚步，互阮的心心灵伫主耶稣基督你的故手内面，甲你合一，甲你有一个同一个心志，行主你所要行的，毋是照阮家己的意思，乃是你的心意伫阮的内心，伫阮的行做展现出来，互人看到阮，像看去基督耶稣。我恳求你不断伫阮的心内面做工，互阮来改变，跟对主你的脚步。感谢主，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